海龟的生态有一个真特殊的现象，就是讲这温度若准超过30度，孵出来的拢会是母的。即马天气遐尔热，这龟缸甲龟母数量就愈差愈侪啊。所以马来西亚动保人员就甲即个卵刷起到较凉的树下骹，希望讲会当立刻减轻这款问题。 大马的动保志工拍伫沙坡挖出一排一排沙，伊毋是咧耍沙，是有更较重要任务，就是将牛卵刷到较凉爽的树荫骹。因为研究发现，牛卵上适合孵化的温度是伫摄氏28至30度，只有伫这个跨度间孵出来小海龟，雌雄数量相当，才会当达到性别平衡。不过最近几年，大马东部的热映岛海平面平均温度活30度，海龟做受生卵的海波温度更较悬，对当地海龟保育工作真不利。 Anywhere over 30 degrees Celsius of an average incubation temperature is going to push you into 100% female biased hatchling production. And anywhere closer to 28 and under, you're going to have the opposite effect of a male biased. 研究人员指出，最近受到性影现象的冲击，比小影更较少的天气带着规个大麻。为着确保理想的牛卵孵化状态，才需要安尼费力的为牛卵搬出。镜头专家中东位伫红海北部的亚卡巴湾，去年就出现海胆因为着病大量死亡。动物学家发现，病原体的杀伤力是紧搁猛。 造成海胆自落伫短短2天内就消失，这种现象当咧往东南亚甲澳洲的大波大的热带水域扩散，未来可能扩及全球。科学家表示，以海藻为食物的海胆是双欧达的保护者，因着像双欧达的挂槽机，会减少依附伫双欧顶的藻类，使双欧会当伫日头之下成长，佮进行光合作用。海胆死亡会使脆弱的双欧达生态更较严重。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。